了最近的关系，跟你道别之后，我就出发了。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拿铁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1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3、4点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在甜美，传真在安慰，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我的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一个人过一天，想过一年，爱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，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在1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3、4点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再甜美，传真再安慰，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我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一个人过一天，想过一年，爱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，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怎